财新网报道，中国疾控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，过去1个月，中国少点医院报告疫情的医院叫少点医院，少点医院武汉肺炎的检出率上升了1倍。那么疾控中心没有公布到底有多少个案例，只公布了这个百分比，害怕大家恐慌。共产党不说这些数字，都是为了害怕大家恐慌。那么3月31号。到4月6号，武汉肺炎检出率达到7.5%。那么4月28号到5月4号检出率是6.2%。那么分地区看，南方省份这个阳性率高于北方省份。从年龄上看，15岁以上的人群，武汉肺炎的这个检出率也普遍比较高。广州医科大学感染病中心的专家蔡卫平说，他说尽管武汉肺炎这个检出率翻倍，但是呢，现在住院的重症非常少。那么除了中国、香港、台湾、新加坡，武汉肺炎都出现了反弹的趋势。其实这件事情大家要重视啊，这个特别是年纪大的人要去打疫苗。